咱过来看到，昨有一个游览团去到阿里山的福美吊桥，要伫遐做伙翕相，结果栈道的房仔煞是熊熊登去，有5个游客对3公尺悬摔落去，其中一个70多岁妇人人是当场死亡。这个景点是8八风灾以后由民间起好关护公所来维护管理的，是已经用13档啊。无排除是因为最近山区直直咧落雨，房仔才会凹起崩起。目前这条桥是已经封锁，正咧调查这事故的原因甲责任。后面旅客为一楼悬的木栈道爬落来，救护车甲伤者送病院，有病患换药慢慢行，有人倒伫担架管定送病院，3个人上圣马尔地病院，2个人上家基。70多岁的女性，那因为伤势太严重，在努力抢救之后，最后还是宣告不治。那另外一位病患病情也严重，那目前在加护病房观察。13号下晡，这位伫阿里山三米村的福美吊桥，警官平台木栈道有可能防酒歹去登去，造成1死4伤，才是现场有封锁线，禁止人员阁通过。吓一跳了，因为那个是意外的，意外。站好准备要照的时候，突然间就滑下去了。同团的旅客讲，当时拍算要翕团体相，才徛定位就发生意外，原定的行程嘛提早结束。这座桥是8八风灾了后所起，以做作定用的独行色水来做主题，展现当地的文化。后续转互公所来做维护。公所伫今年8月检视过外观无异状，桥面顶啊突出的状况嘛已经规划要来整修。无排除是最近山区落真侪雨，导致这个茶座的桥梁歹去。山区一直下雨那个里面腐蚀还是怎么样，或者是因为昨天上去的人也很多，差不多10几个，可能有操纵的问题啊，这个部分还要厘清一下。公所将会先提供伤亡者2万到10万块的慰助金，除了提供协助，嘛会查明着事故原因，嘛强调爱护的责任，伊绝对袂推卸。记者林慧婷、吴刘婷、柯正俊加以报道。